盧偉國議員，呢個議事規程嘅問題係閣下提出嘅，請問你有冇跟進？嗱，我會跟進嘅。就主席嗱，的確咧係13亦都可以講係相關，因為咧各種情況有委員預估係到時會議咧佢不能出席，呢個可能都會周時會發生啊，甚至冇咧係當天因為交通事故委員嚟唔到都有。咁不嬲嘅做法咧，就係我哋係以呢個法定人數足夠，我哋就舉行會議。咁當晚嘅情況咧，實際上即使有委員估計佢未能出席都好咧，但係根據報章報導咧，有好多委員咧，其實當日凌晨已經係由警署嗰度出翻嚟啦。咁其實就主席本身應該都係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就我哋唔係話再追究個別嘅事例，不過咧，只係咧係喺一般嘅情況之下咧，的確都有可能咧有委員啦我聽日可能都有事咧，本來應承出席唔到。咁嘅情況之下，係咪每一次咧，主席都會叫秘書咧就走去逐個詢問，咁又決定會議開唔開呢？嗱，我呢個覺得咧係真係違反我哋一般嘅會議運作嘅方式嘅。咁所以咧，其實係13咧係既係我哋可以有所依從，而且12咧係對於主席、副主席即係不能出席嘅話咧，其實係好清晰嘅指引係可以咁樣處理嘅。咁如果秘書所講嘅情況咧，就當日即使係星期4晚詢問嘅結果咧，其實都係話有足夠嘅法定人數咧會出席到會議嘅。咁如果假如係當日嘅情況咧，其實主席或者副主席咧，其實亦都可以出席翻嚟主持會議添。即使你哋選擇唔主持會議咧，其實都可以用翻第12嗰度咧，我哋互選出席嘅委員咧，即係互選一位委員咧係主持會議。咁即係點解我哋唔依從呢？咁即係其實我覺得呢個咧係我再重申咧，我唔係針對星期5、星期4發生嘅乜嘢嘅具體嘅事情，只係咧，我覺得咧呢個係其實真係有一個應該我哋要依從翻我哋嘅會議程序咧，係處理類似嘅情形嘅。好啦，嗱咁而家呢個規程問題咧已經清楚係提出咗。咁我想開放咧，係俾委員咧係就住盧偉國委員提出嘅呢個規程問題咧發表一下。依次係單仲偕、劉慧卿、胡志偉、郭家麒、陳鑑林，跟住係鍾樹根、